也予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三甲来吟圣诗第158首，圣诗第158首，恳求圣神降临，恳求圣神降临，伫阮逐人的心。无所不能，至光至明，想事温暖极深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三甲来体验使徒圣经，使徒圣经是安尼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帝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因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温柔比拉多前来受苦，经十字架，死里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。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地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命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献归圣诗后面，起应文第29篇。起应文第29篇，大家来起应。恁着阿罗耶和华，我一生要阿罗耶和华。恁无得我靠君王，无得我靠世间人。伊一个就断开。就归途，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，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，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。耶和华透白受冤家的，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，耶和华保护出外人，扶持
孤儿寡妇，摇花为罪王到永远。一声，你要好好听互我。圣诗第295首，勇敢坚固圣徒，勇敢坚固圣徒，较赢正艰苦。无论好歹境遇，军队我救主。虽有失望、累志、反转，若有勇气，对起头所羡慕，向前行天路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每一个有新的生命，对人有热情，对乡土有感情，对阮工作上会当工有传福音的负担。因为主，你就是安尼来教阮。感谢你，互阮有健康的身体，来到你的殿来敬拜你，来学劳你。实际上，你嘛讲。阮的身体就是主你的殿，阮爱有正直的心，爱有好的行为。相信主，你会安尼一路来引带阮，互阮的好行为来荣耀主你的名。主啊，伫即个礼拜，阮台湾社会发生一个大学生伫捷运乌白杀人的一个事件，阮看到、听到了后，实在是真着惊。也感觉真恐怖。
我毋知伊黑白太人是啥物意思，但是我知影伊的心内无痛，伊有可能是生活伫电脑内底残忍的太人的游戏内底。我毋知影伊为虾米无痛心，明明伊的家境是真好，无欠食，无欠穿，但是伊煞选择害人来讨伐家己。虽然社会上有侪人来指责伊、来骂伊，但是伊会当海大侠讲，伊是伊的家人。当海大侠选择要疼伊，主啊，阮为着当海大侠，安尼这无共款的一个疼心的表现，毋是属肉体的表现。阮要大声来学罗主，伫即个当时，阮也祈求主，你予阮每一个人随时拢会当来关心阮周围的人，将主你的福音、你的疼心来讲互因知，讲互因了解，教因来熟悉你，拯救一条性命的同时，也拯救侪的性命。求主你来引带阮行安尼的路。主啊，除了心灵破病的人，伫阮的中间也有侪兄弟姊妹身体受伤破病。求主你甲因同在，也求主你教示阮甲破病的人同在陪伴伊。因咧哭的时阵，阮甲伊做伙哭；伊咧笑的时阵，阮来甲伊做伙笑。主啊，阮阁一摆来恳求，阮的教会无牧者的时间已经真久啊。求主你想赏赐一个牧者予阮，求主你赏赐一个牧者予阮，求你教示予阮接纳你要予阮的牧者，因为你讲接纳你所差遣的人，就是接纳你，接纳你就是接纳阮的天父上帝。阮安尼感谢主，学罗主，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